来关心婚姻观，天高咧已经继续的均价，目前婚姻的确诊病例计共有165例哦，估计就占144例。婚姻观的政府特别加强来消毒，嘛伫附近来插黄色的旗仔，要来提醒附近的民众，就要特别注意。今日高溪乡河堡村的社区，电火条顶观测黄色的警戒旗，顶头有写天高咧危险警戒这几个字。希望一旦提醒民众加强防范网虫，警情都室内室外这做勇气。一看就是不用知影有啥问题啊。人就知影讲，这个地区严重啊啦，然后好预防啊啦。经过疾管署确认，目前婚姻观天高日确诊案例计共有165例，其中144例伫高溪乡。为了避免疫情继续摊烧，关内针对个案的徛家、做事所在，室内室外进行化学防疫作业，各插警戒旗提醒居民或者是游客爱提关警觉。有看到警戒旗的话，就请大家进入的时候要小心特别是要有防护警戒说，我们登革热蛮严重的，请他们配合我们的巡道清刷，把周遭的环境先整理好，这是插旗的目的。高溪乡河堡村办公室表示，要插警戒旗进前，拢有甲附近的居民宣传卫生教育，呼吁大家唔通惊吓。若河堡山的东回公园目前全面封闭，要等到天高的疫情转好了后，才会重新开放。记者王伟雄婚姻报道。